为应应美国政府对顶关税行政院通过规模新台币4100亿特别条例草案。行政院长杜英泰今仔是亲身去立法院来拜会朝野党团，寻求支持。也毋过在野党是质疑讲，只有930亿会用伫产业，其他的6成预算拢甲关税影响无啥关系。另外讲，行政院是要甲这前防台检的总预算趁这机会报回来。伊来上台，国民党团总调鲍文琪邀请前来拜会行政院长杜英泰，当责任再起加比，因为应对美国政府对顶关税政策，政院即摆提出4100亿特别条例预算。杜英泰特别拜访朝野党团，寻求支持。鲍文琪头一摆对总预算改动案释出善意，也毋过讲到特别预算游玩也是无啥顺利。行动案，我们非常乐于也欢迎行政院提出来，我们一一来做检讨。特别条例是非常紧急事项来提的，因为如果非紧急事项的部分，是不是可以提追加预算？我们都希望来做行政院的后盾。不过呢，我们也必须向全国人民清楚的交代，人民的纳税钱是怎么样来使用。这一次的特别条例，我是希望我们用最快的速度效率，那我们4100亿的特别条例，将来的特别预算会全数挪用以前的税基剩余，不会举债。虽然政院毋望伫上短时间通过特别条例甲预算，不过在野党团集期，其中只有930亿属于产业支持面向，其他6成预算甲营养关税无关。认为政院是将进前防产检的总预算，趁机会要补倒转来。4100亿，这3年怎么分配？每一年的预算，它所支撑的计划是什么？我看了这个只有骨头的条文，那我到底是要同意还是反对？老屋重建跟因应美国高关税到底有什么关系？后续的讨论，我们都期待立法院朝野能够捐弃成见，不设前提，能够正向理性的来对话跟讨论。对比民进党徛几排顶现庭行政团队，杜英泰亲自拜访，亲像游玩，真歹说服拿北党团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